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是食啥啦？姐姐，哎呦，阿娘，我毋是甲你讲吼，食饭时间我喺外口买一寡便的转来，厝的就无煮。啊，你来咧食这啦？啊，你戆囝，啊，你若娘即摆是啥物身份？土汉呢？啊，土汉毋食这，要食啥啦？啊，你逐摆拢买迄落饭啦、菜啦，迄我即摆拢食袂下。对啦，阿娘，啊，这红菜头啊吼，对人身体嘛是足好的啦，尤其是对目睭啦。也毋过你干那咧总食这嘛毋是办法啦，阿娘，你安尼足可怜的了。是讲阿囝的，啊，即个物件吼，食一个惯势，感觉清甜，佫袂歹食呢。我即几工吼，拢去咱后壁菜园啊去烤即个红菜头来食，拢无开到半仙钱呢。嘿，我想咱后摆吼，家己种一区啊，好，咱食规日餐天拢食袂完的哦。哎呦，阿娘，啊你安尼讲，敢若袂输讲你一世人拢要做土仔咧？嘿，无咯，阿娘当然嘛希望讲，赶紧变回我的原形。但想到这件代志，我就去想着，拢是伊个臭豆腐啦！哎，你也知我要来哦？臭道士你啊，敢来阮兜哦？哈？少年诶，火气莫遐尼大啦！我今仔来恁兜，我就是要摕解药留恁阿娘食。哈，解药，你解药练好啊啦？你哎，小等，你这解药到底有效无效？你是毋通摕阮阿娘咧做试验品呢？啊，到时阵食这会无效，土仔正做无成，连阮阿娘的性命算有去哦！我跟你讲哦。哎，少年诶，你放心吧，即摆呢，这粒个仙丹呢，我会种廉价呢哦，将上好的物件拢啊放内底，亲像会飞啦、会瘦的啦、会种地物件，拢啊做起来，这真华丽的，你做你食。你要免摕我食迄条，你嘛是讲安尼，天顶会飞，涂骹会行的，这水底会游的，这都拢同款的啊。我顶下敢安尼讲？拢无同款。无，我即摆哦，我加足侪味落去就对啊。所以咯，这粒仙丹你食了到底，到尾会甲你解好。要食毋食由在你，回头还有代志，我无去用讲安怎甲恁开讲啊。好啦，唱老师啊，唱。药啊，等下做你走。阿娘，啊，这药啊，你敢真正要食？啊，人都安尼讲啊，哪有法度？咱即马死马嘛，都要当做活马医，嘛是都要甲食看卖。何方的妖怪，看到我为啥你毋免惊？讲咱两个是妖怪啦，你这是何方的妖怪啊？练功夫，搁练甲人别人是下边的喙手足白的，刷入去练甲仙风道骨，伊这毋是练甲下怀拢空，练甲面镜怎发觉呀？啊？恁是啥物人？你要问阮是啥物人？来，你慢点甲讲咱是啥物人？先甲讲伊的罪行，互伊听。啊，都解。你哦，你这夭寿道士你啊哈！啊，无代无真咧练那什么咧药丹啊，练咧互伊啊牛锁啊，食的都人毋做煞变做土啊！你该当何罪？无大劲哦。你搁掠着迄个牛锁啊，伊的弱点，伊是想讲会当去你天庭佚佗是偌嚣摆的代志，你就甲骗讲食你练的仙丹，就会当进天庭。结果你毋是，你足夭寿的，你甲练迄落迄学做妖精丹，互伊食，互伊食，互伊变土精啊！哦，我也煞毋知，你想讲，互伊变土仔精了后吼，你才要甲卖去动物园趁钱，对毋对？既然我的代志你这么清楚，那安尼我问恁拍算要安怎？拍算要安怎？我跟你讲，限你伫最近的时间内底，搁练一个解药，互伊食，恢复伊的人形。假使我若毋答应咧，你若是安怎？你若毋答应安尼吼，阮绝对吼要甲你创甲，互你答应。你知影阮是啥物人无？我跟你讲，那炼丹的代志是莫讲，啊，若讲即个法术呢，我在恁之上，你是在我之下啦。哦，法术的代志莫讲，若是讲本领的代志啊，阮两个是在你之上，你是在阮两个之下。哎，先报一个苗皮芳嘞。好，你知影这边什么角色吼？我乃是天庭雷公爷吼！哇，我是雷声。哦，一个雷公，一个雷声，毋捌听。啊，那地面都无够呀。
无要紧，咱认真后工伫咧片头搁拍一个，好，知名度甲摕较悬咧。哦，好，安尼，我咧讲，为着卖臭屁，卖互你讲做阮的功夫拢假，我先当你三个掌声。对，莫讲阮楼顶求你楼骹的。这是恁家己讲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就无客气咯。来你头尾啊所在，恁春晚吹死。妞，你啥闹啦？我咧烦恼啊，烦恼讲哦，迄两个人去凡间办代志，是毋是办的事实啊？妞妞，你莫遐尔烦恼好无啦？啊，你著想看卖啦。迄雷公甲雷声哦，因个人虽然吼普通时啊看安尼散散来讲啦，也毋过吼，若根据因的即个资历吼，我当要天庭哦，袂输敢若老乌啊咧。你免烦恼啦，我相信哦，因办代志哦，绝对袂颠倒啦。唉，我嘛是希望安尼啦。你讲，干了咧吐咧，敢若去互蛇炮弄着，弄完身的啦。无来无去吼，要到迄一支角个拼，加熬等你体格好哦。讲叫我做伊后壁，伊甲伊拼就好。所以安怎拼呢？讲伊先牛人木塞，塞一个木来，含我嘛对。你讲，那呢？恁代志办了有事实无？敢若看表情嘛，知影无事实。讲甲恁两位也实在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唉，罢了。总讲一句，咱是生命共同体。看恁两个为我拼到安尼，娘娘的心肝嘛会艰苦，竟然敢欺负恁两个，恁两个伫天庭算是我的部下，袂用的。这件代志，娘娘一定爱亲身出马。啊，袂用啦，娘娘。哎呦，你想看卖？你即摆才来天庭偌久尔？你做这个娘娘做无偌久，你知无？啊，人迄雷公甲雷声哦，踮咧天庭遐久啊，对无？迄阵又是天庭的老乌啊，拼就拼死人啊！何况是你？好神，你耍起又袂记劲。阮娘娘呢，虽然法术毋是真高明，但是我规身躯拢是电啊！我敢若硬甲电嘛，免甲电拢死。哎，敢欺负我的部下，我若无去甲讨一个公道转来，后盖我当遮是要安怎带头呢？启禀娘娘在上，雷神在下。听到你这句话，真正使我感动。雷声，喂，这座你唔免去，好，这座我雷公绝对亲身出马，我绝对要来去还间，要来去将这个独角的这个道士啊，甲这个妖道给毒弹杀。哦，好，今仔日特别较忝啊咧。对啊，迄臭道士摕粒解药，啊，阮阿娘真正食了，啊，即摆毋知有变回人形无？阿娘，我转来啦。你囝，你是阿娘？我当然嘛恁阿娘，你真正是牛某？规张好好无错，我就是恁娘牛某，无阿囝呀。阿娘是搁倒位无共款哟。阿娘，我问你，迄臭道士迄粒解药，你真正有食的哦？啊？有喏，我拄则就是迄粒解药食落了后，感觉呢戆爱困，我就入去内底困啊，困到即阵你甲我叫起来啊。那安尼啦？安怎啦？那迄个解药安尼愈解愈青惨的啦。哈，你即马讲啥？愈解愈凄惨，啊无即马恁娘我是变什么款的？家己去照镜。我。哦，牛角，等一下，你牛角变牛角，伊个臭道士摕解药，我真哩真变了咧，我要安怎见证，我要安怎出去见人，我知影啦，解药搁食吼，啊搁无法度变回原形，你心肝内一定足艰苦。啊，毋过安尼啊，做囝的我吼，我看你安尼吼，拢无法度变回人形吼，我嘛是比你较艰苦啊。总讲一句，我这臭道士啦，哈，
甲你害甲呢，变来变去就是无法度变回原形。好，今仔日若无法度互阮阿娘变回人形哦，我绝对无会放你耍。姑仔囝碰到天命都无死，摕着叶苗仔我食，变两个款。当我咧变一只牛，我是要安怎出去见人无？